作品。论坛这个群组，虽然这本特刊简单，经台湾通信海外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好，多谢梁光兄。梁光兄有伫现场对无？敢要甲大家挨杀子一下？大家好，真常爱伫遮甲大家见面。梁光兄真客气。其实台湾通信伫洛杉矶创刊，咱为1991年起，逐个月出刊30档无长吼。迄当时担任发行人兼总编辑的，就是陈良光先生。若无因，咱无今仔日啦。台湾通信通顺利延续到呾，续来就爱甲大家绍介加拿大的多伦多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接下来，咱邀请早期台湾通信的灵魂人物陈维先生甲咱分享。多谢大家我今仔早声希望大家听得清楚这本特刊经过一冬外诶各项设计主要拢是少年辈诶拍拼甲技术甲热心老一辈敢若出经验又阁有即个社会即个草根的支持。咱拢知影，即个台湾语言即摆状况是，即个顶一代甲下一代的人语言无共款，因为台语已经出现即个断代的现象。即本特刊甲即个工程互咱一个希望。咱知影，即个台语接线即个工课，为顶代接到下一代，有即个真好成功的例。另外一方面呢，咱会当看到现在30当前的即个社会草根的力量，到即摆也存在。当一冬后，即本600几页的册，放伫咱的桌仔头前。为一本册，咱会当得到啥物物件？你若是学者，你会当用一本册来做真济水的研究。你若是教师，你嘛通为一本册找到真济会当你学生的材料。
啊，你嘛会当甲即本册看做一本历史册、社会运动的册来甲读。但是我上要紧的，也是对台湾古文的生态较清楚的人，特别是少年辈的人，我建议恁伫即本册头前问两个代志。第一就是为什么，就是坏；第二就是好，要安怎？为什么你要计较台语，要关心台语，要救台语？啊，要安怎来关心、来救台语？你若为这两个问题出发，为这本日刊甲伊所念刷的工程内面，会当得到真侪的意见。假使有人问我，创作者互我上宝贵的物件是啥物？我想，第一就是我的自我意识，我知影讲我存在，这个意识若无去，我的生命就无去。第二就是语言，台湾语言，互我台湾语言的生命，迄是一条命筋。我的台湾语言若无去，台湾语言互我的生命都无去，这就是坏，这是较哲学性的回答。但是伫这本册内面，咱会当看到真侪更较实际的意见，社会学的意见。为什么咱要计较台语？要计较咱的语言？经济学的意见，伦理道德的意见，甚至国家安全、政治学方面的意见。这是一个方面，这是坏。为什么咱要关心、要计较台语这个物件？对，第二就是好，要安怎来救台语、计较台语？这当然30年前的情况，甲即摆已经改变真侪。比如讲，30年前，大部分的人看台语是真低赞、粗俗的物件。即摆这个观念已经改变。30年前，咱无即摆资讯的科技，一个月会当出版几页的台湾通讯，用订纸机订咧，安尼寄出一份寄出。即摆每一个人会当编一份台湾通讯，每一个人、每一群人会当来设立一个台湾通讯的广播电台。所以，这科技的改变，会当改变咱要救台语的方法甲技术。但是最后讲来，这个要救台语，也是着爱靠咱家己，毋是靠体制。咱爱行伫体制的头前，
来救台语。我想台湾古文运动的发展，大概会使分做3个阶段。第60年代，王玉德教授讲，台语是台湾民族的灵魂，这是一个觉醒，一个台湾古文脑筋的蛋，为遐开始。70年代、80年代，第2位教授用现代语文学的能力，把台湾古文确定伊伫国际语言学的地位。毋那安尼，伊阁甲台湾古文搭入去社会的层面，比如讲，伊设计台古文电脑软体，出版台语文册，伫学校、伫教堂教台文，而且参与国家语言的政策，种种。过来，伫90年代，才有一寡戆胆，但是有眼光的人，伫洛杉矶用光兄甲伊的协作会的团队，用找假死补拍网的精神来出版这个册《台湾通信》。有遐开始开一条小路，渐渐来行这条路的人愈来愈多，变做一条大路，真正把台语文变做一个大众的运动。这就是60年代近代台语文所行达成功到今的这个过程。台湾通信30档日刊甲伊相关的工程，就是这个经过上届好的一个见证，互人对台语文世代接续一个真好的希望。多谢大家。多谢陈雷老师哦。台湾语言互咱一条命紧通追求，因为有侪先辈的经验甲拍拼，咱通开一条路，互台语文才有基础通坚持到今。咱诚心感谢。所来，咱来邀请台湾通信讨论岛编辑小组时代3位总编辑，甲大家分享。大先，咱先请苏正贤先进。平安，我是苏正贤。我来简单介绍台湾通信伫托兰托编辑室的情形。台湾通信创刊以后，伫海内外有成立几若个读者联谊会。托兰托的读者联谊会是其中的一个。联谊会前身是多伦多台湾版，1996年2月才改名做多伦多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2004年，为着要方便对外推广台语文的事工，就改做多伦多台湾语文中心。1999年9月，台湾通信对69期开始徙来托兰托。托兰托的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编辑的工作。拄开始的时，阮的编辑团队有7个人。其中有一位是5当前过身的陈成旭兄。旭兄除了做台湾通信的编辑以外，
嘛参与真侪台湾人社团，做真侪台湾人社区的事工。伊做人谦卑，真有台湾心，非常受人尊敬。台湾通信是一份草根性、运动性的刊物，伊的内容非常多元，除了文学性的小说、散文、诗、笑话、囡仔歌、戏剧以外，嘛有政治评论、学术论述、语言探讨、专题甲人物专访上种的文章。台湾通信使用的是汉罗合用的文体，毋过伫诗的部分，有时会看汉罗甲全罗的对照。这部分真侪是田雅怡的诗，伊有时嘛会发表客语诗。阮咧编的诗，每一期拢固定会看一篇单类的小说，大部分是伊的第一篇小说，嘛捌连载过伊的《乡村簿记》主要人物的故事。阮嘛有增加袂少新的单元，亲像我的第一篇台文人物专访、马街日记、翻译文学、西老爷陪信、台湾青年、趣味物理等等的单元。因为是伫海外编辑，阮会参一寡海外甲国际性的题材，有描写海外台湾人移民生活的文章，嘛有海外台湾人活动的报道。这甲台湾岛内的刊物有淡薄仔差别。伫这方面，陈小旭兄有下真侪心力，伊有家己写文章，有整理袂少人物专访的访问稿，佮有整理台湾人拍场会、演讲会、马街纪念活动等等的报道。伊嘛有翻译过英文的文章，甲外国文学作家的作品。2012年的年底，台湾通信徙转去台湾，由台湾通信台湾总联络处接手的工会，足足12天的时间。现在我敢若无开麦克吼。有声，拢有听到。有听到，有听到。有听到吼。2011年的年底，台湾通信徙转去台湾，由台湾通信台湾总联络处接手编辑的工会。足足12天的时间，团队的编辑团队对69期编到212期，拢总编144期。这个期间，阮有庆祝过台湾通信的10周年甲20周年。台湾通信是现代台语文运动真重要的一份刊物，有机会参与台湾通信的编辑工会，是一个真难得、非常宝贵的经验。非常感谢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的编辑团队，甲侪少年志工，因为因的努力，互这本特刊会当甲大家见面。我相信通过这本特刊，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台湾通信伫北美洲发展的经过，伊的特色，甲对台语文运动的影响。多谢大家。好，多谢郑贤兄。过来，咱邀请张秀满先进。大家平安，大家好，多谢特刊编辑团队的邀请，互我伫遮讲几句话。我是1995年因为讨论度成立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才开始接触台语文。即马回头来看，发现有一寡台湾通信改编的诗曲，我有参与伫中间。这个诗曲是1999年
台湾通信的编辑工课，讲要对夏威夷选来托兰多问阮的意愿。伫我的记忆中有一个画面，就是阮迄天的讨论，地点是伫苏正贤兄因兜的台语文教室。迄天，阮答应要接编辑工课，成立一个编辑小组，由正贤兄担任总编辑。我受邀请加入编辑小组，后来搁伫2002年接总编辑。我毋是研究语言学，嘛毋是读文学，台语文嘛无特别高。我对工作中学习，因为我你是爱上班。伫我的记忆嘛有一个画面，就是伫暗时伫世界点钟来的时，共我即马坐的位，我伫遮读一篇一篇的文章。2012年，台湾通信来托兰多已经13冬，阮经过讨论，将台湾通信编辑的工课刷转去台湾，交予台湾的总联络处。做即个决定是伫我的厝，即个画面嘛还停留伫我的记忆中。2019年，我有参加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即本特刊就是对迄个时阵开始布演。2021年，就是旧年，咱开始每礼拜六早起做台湾通信线顶读者联谊会，后来佫改做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对旧年1月初2，第1场台文欣赏会开始，到今拢总60几场，我每一场拢有参与。20几年前，阮在做编辑的时阵，阮真认真，但是感觉真孤单。20冬后的今仔日，我看到真侪少年人参与，包括做出即本特刊，因用无共的方法，用新的媒体、新的科技、新的募款方式，台语文的大环境有在进步，嘛有在改变。若讲台湾通信是一粒种子，也落去土里，伊布演大丛开花。我虽然无做真侪工，但是有斗压水，嘛希望有搁较侪无共的种子也落去土里。台语文的环境应该是多元的，大家拍拼，大家合作，互相尊重，毋通分你甲我。毋望台语文的园地会当开出侪侪无共的花蕊。多谢大家。好，咱多谢秀娟姐。所来，咱邀请叶国基先进。大家平安，我是国基，真欢喜咱台湾通讯嘛大家30年啊，真紧30年会通互一个婴仔变做大人。我上会记咱大家伫讨论讨成立编辑小组的时阵，若是敢若编辑即本台语文的刊物，嘛做真侪对社区来开班台语文班，也是有去大学来开台语文班的代志。我感觉讲，即个时间是我咧学习台文上丰富的即几年。台语文班毋是敢若编写，我伫台湾虽然是平常台语是我本来语言，嘛讲了真顺。总是台文拄仔讲是一个真生粗的代志。透过伫编辑中间，我学习用字、拼音，也是调号，拢互我家己进步真济。因为过去出国前，我有做社会运动的背景，所以参加编辑即个台文通讯的时阵，我嘛就是认定讲，这毋若是敢若一份台语文的杂志安尼啊，上时也是一份语言运动的刊物。过去2年，
我有机会住喺台湾。一般我较早拢是每年等去差不多3个月、4个月那尔，但是因为旧年拄好武汉肺炎的关系，我留喺遐2年。我伫社区中间走来走去、行来行去，我嘛有参加看到真济、真观察真济，这路边、车站也是公园内底，真济人用什么语言去对话。我是伫台北市，台北市当然是一个华语的世界。我上艰苦的就是看到阿嬷带孙仔，用真勉强的华语来甲孙仔对话，这就是伊真体贴孙仔听无台语，所以用这个方法甲因讲话。我的心内真沉重。咱大家拢知影，欧的芬兰，也是这个 Estonia 这语言运动的故事。1940年，互苏联占领了后，就叫做苏联。因有计划消灭因的语言，来推广俄罗斯的语言。所以，因芬兰也是讲 Estonia 变做一个真受歧视、真无前途的方言。讲到遮，我就想讲台湾，咱家己的语言嘛，同款的命运。我陈瑞先有讲到，语言就是咱的生命，就是咱文化的生命。总是我想到台湾对这语言的命运有觉醒的人，应该是真少数。1991年 Estonia 独立了后，政府甲民间用真济的方法，配合因本地的语言有袂歹的效果。虽然嘛有一寡差不多60岁左右的爸母受到迄阵啊苏联的教育习惯，讲俄罗斯的语言，跟咱即摆即个年代的人习惯讲华语相款。爱甲囡仔、甲孙仔讲华语。虽然这个时阵，咱台湾真济语言界的人真拍拼，但是本土语言消失的危险，也是一个事实。我感觉敢若靠民间的力实在是有限，就爱配合政府对这个语言的政策、这方法。来互本国的本地的语言的因素更加强烈的存在落去，这嘛是咱未来更加郑重的使命。所以我用我国讲一摆，做刊物毋是干那你编辑、你学习、自写尔，做语言运动。应该是真重要的一个路线。多谢各位。多谢国基兄，多谢3位总编辑。咱托伦多台文通信读者联谊会伫加拿大教台语办活动，拢是一群足有台湾意识、有组织能力、阁有行动力的台湾人。多谢恁甲编辑时间省落来，互台文通信袂断。咱说落来，台文通信为海外起家，也直接影响到台湾国内的台语文运动。说来，咱邀请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系主任蒋维文教授，甲大家分享。各位来宾、山顶的朋友、台语文的友志哈，大家平安出头天哈。我甲台文通信结缘呢，迄个时阵拄啊好我读大学。迄当时我会记得是差不多1991年歇热吼，我拄好大学1年要升2年吼。迄当时拄好我伫淡江大学呢组一个台语文社，嘛拄好正式成立，拄开始要用这个台语社吼。迄当时拄好伫即个前卫出版社呢，拄着陈芳辉、陈明仁因呢，因拄好伫遐负责咱台文通信要踮台湾出版。一寡事工吼，用安尼单开始甲即个台文通信结缘吼，即个后来当然我着拢负责即个咱
台文通信后来有一个要推设即个读者联谊会所以当时我就拢负责淡水的部分一直到我毕业了就拢伫遐即个进行即个读者联谊啦、读册会啦甲台语文的一寡相关的事工安尼大学的时候我是读机械系因为我原底本来是即个理工出身的所以其实我读大学以前对文学完全拢无兴趣啦因为我是算是即个中国教育的受害者，所以伫读大学以前咧，我对着即个人文啊、历史啦、文学完全是足讨厌因为迄个拢中国语文写的我听着、看着中国语文的物件足倒弹的所以伫读大学以前，我的愿望就是要做像即个爱迪生啦像即个就讲伫即个科学家伫自然科学即部分会有当有一寡发挥的空间尾也是因为接触台语文了呢，才重新互我对着即个人文的即个部分开始有新的一个兴趣出来咱知影呢，即个伫自然科学内底呢即个物理内底有一个真有名Newton中文叫牛顿呢伊有提出三大定律，其中一个呢，就是即个惯性惯势的定律伊讲即个物件呢，伊若本来伫振动，伊就一直振动，除非你有外力去甲阻碍，若无伊就是伫振动伊若恬静的，伊永远就是恬静的即个虽然是物理上的一个原理，我想这只要国中有学过物理，就拢知影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这要运用伫咱人文顶头，其实嘛是真适合的，尤其是即个语言甲文化顶头呢，非常的即个适合咱知影语言嘛是一种惯势。当你若惯势讲台语的时候，你就是拢惯势用台语的思考、台语的价值观。你若惯势用中国话呢，你就是拢中国人的价值观。所以当初时蒋介石因来了，推设中国话的语文甲中国话的教育，就是要互咱开喙合喙拢咧讲中国话，自然而然就变做中国人咧。所以咱即个台语文这方面咱当然就是要建立咱家己文化的一个主体性这呢，这部分拄好最近呢这个彭明敏先生呢拄过身电视啦、媒体啦嘛报道着伊诚侪伊过往的一寡历史的部分咱拢知影，即个彭明敏迄当时有提出台湾自救的宣言，过来搁较早进前4月初7这是即个言论自由日伫纪念即个郑南榕。郑南榕伫即个早前戒严了无偌久呢，因办即个自由时代自由时代即个杂志呢嘛是真重要，就是讲无论自救宣言是讲自由时代的即个杂志呢，拢是伫迄个时代真重要，发出声音出来甲迄个声音甲发出来咱台文通信嘛同款的，嘛是差不多戒严以后90年代，就是开始对着政治的改革的诉求了，开始过来文化运动、语文的运动嘛算是90年代。会使讲算迄个时阵上早带头，然后来作为，就是来诉求咱台湾语文的主体性的运动毋若有即个言论的诉求尔，包括即个行动你看为1991年发行到即摆安尼30通当的咧，这嘛真无简单咧咱台语，咱的台湾历史上伫以前发行上久是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但可惜已经断绝去战后发行上久的台语文刊物，目前就是台湾通信算上久的这算上无简单，逐个月阁会当来继续发行所以呢，咱嘛是爱感谢当初时咱济遮有参与着编辑无论伫美国加拿大，还是讲伫台湾阁有咱即个团队呢，即个30周年年刊的即个团队真无简单是短短一档内底呢，要甲30档的文章拢读过、经过甲遐人的文章摕出来，佮重新排版变做一本册，这确实是真无简单这爱一档内底要做会出来，真无简单这差不多等是博士论文所以呢，搁一摆呢，感谢咱过去呢，为着这台语文为着这个台文通信者所拍拼的遮的所有的先辈啦最后呢，我是感觉讲咱爱
坚持着即个白话字的部分，白话字的部分这是台湾人的一个传统的文字，这无分讲你是毋是教会的人，也毋是，这已经变成全民的一个文化的资产，咱来坚持咧甲用的，罗马字对中华民国政权来讲，伊无承认迄是文字啦，伊拢是甲当做是注音符号尔。你看教育部伊推设的所谓闽南语内底，伊包括即个方案，伊拢是甲当做注音符号，伊无甲当做正式文字。所以呢，咱爱甲台语文的即个诉求是共款的，文化的独立甲政治的独立是爱互相相相持，互相爱牵绳。爱互相坚持所以咱伫语文顶头即部分呢，咱即个白话字的部分嘛是爱坚持落去最近开始有一寡人呢，对着即个万德颠倒呢讲着即个万德呢，教育部家己拢无咧用呢，用的拢是咱民间家己，甚至有一部分原底咧用白话字，即摆拢咧相信着迄个体制相信着迄个中华民国迄个体制，迄个体制是当初是毒害咱台湾人的。无论语文也好，政治上的独裁也好，是迄个体制呢。结果咱咧相信讲，伊会甲咱救台湾母语我相信这咱若头壳清楚的人，爱继续清楚落去，毋通去互万德骗去啦这我是最后的一个呼吁。最后呢，就是咱有一个新的消息台湾罗马字协会甲台文笔会呢今年有要筹备重新发行。即个台湾字的期刊即个台湾字期刊呢，基本上咱就是敢若用全罗甲汉罗两种，全汉的咱无要用敢若用全罗甲汉罗罗马字的部分，咱就是坚持要用白话字坚持要用白话字咱无要用万罗这是最后呢拄好有即个消息呢咱嘛提供互各位友志来知影咱预定今年会重新发行啦即份台湾字。进前是由高雄罗马字协会有咧发行发行几若当了，可惜就是迄个时阵因为伤早所以就是嘛因为种种因素啦所以有停办诚侪档咱即摆有要搁重新由台乐会甲即个台湾笔会来发行到时嘛共款，欢迎各位甲咱会当来投稿来发表好以上是我的一个感言，感谢大家，多谢努力。好，多谢维文老师。过来，咱邀请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丁凤珍副教授，甲大家分享。大家好，我是凤珍。即个线接维文即个主题我想真侪人可能有即本册，来出一个，因为即摆伫网络无法度送奖品啦，毋过有一个奖于有一页某一页有一个彩色的相片，奖于文的颁奖，互20几岁奖于文颁奖，互20几岁丁凤珍。伊倒是谁会知举手？还是出声？大家要伫即本册，应该真侪人手头有即本册《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嘛。今仔日我想咱来甲即本册显一个。我知影时间有限，所以我袂伤长。第倒一页。彩色的20几岁的周慧文颁奖互丁凤珍。我补充一个啦若是要着的呢，咱会送即本即个白话字的故事即本册啦互各位来了解着即个白话字的册若要着的呢，你等下则甲地址呢私下则传互我则寄奖品互各位国内外拢会使啦国内外拢会使所以爱举手咯，还是要怎？啥物人先？所以要怎？主持人，是来有人有要着随拍去你30周年特刊的倒一页？来随拍去你咱的开讲室第一个拍起的人即种。头一个拍去，搁正确拍去的人用拍字的方式真好那吹啦我若继续讲，安尼这是第一个伟文，你有几个奖品？无限啦，来，歌王要56页第一名。好，主持人麻烦你负责记录谁是第一名。无问题。就是讲，有陈明仁
较少年的时阵，当面林老师签名送互迄个读成功大学中文系3年仔的洪丁同学，阿林签名，写一段话，迄个伫即个30档的纪念专刊的倒一页，哦，大家若找着会当甲迄个页数拍去，共阮先拍着人先赢。好，安尼咧找的时候，我来讲就是讲，延续拄则伟文讲的，我拄则我着搁去甲我台湾同事第1期到第12期的学定本咧薄薄啦，拄开始好来，吼。校定先拍56页，哦，共一是56页，阿林签红顶，阿林签名红顶迄个，毋是伫56页啊？敢是56页无吧？ 56页，毋是哦，三错字诶，一个是5对，甲陈明林有关，关键词陈明林，伊写互红顶诶吼，迄是我，因为迄张图真重要，就是迄个时间，迄是1993年诶2月初6。我嚟去读成功，我读成功大学中文系3年仔的校官，报名台湾笔会主办的第1届岭头，就伫草山遐的岭头山庄的台湾文艺营。熟悉阿林、阿辉甲李啊，迄阵伫遐咧摆册、摆台语册、卖册，迄个林金贤先生吼。了后，迄个阿玲甲阿辉小解我订迄个台语学生甲台文通讯，所以我是1993年的2月正做即个台文通讯甲即个台语学生的订户吼。所以即个签名就较有意义。因为我有买阿玲的《走找流浪的台湾》即个诗集，我应该是。我本来是讲是阿玲甲我送来啦，我想讲毋对，是我甲金贤遐林金贤先生买，因为伊摆单了我甲伊买，了后我就看到阿玲阿辉拢伫遐，我就请拜托因签名安尼，所以就是即个演课是安尼，吼，大家找看觅。过来就是讲，延续拄则伟文讲的迄个，就是讲台湾通讯一开始是用即个白话字，就是台湾罗马字嘛。当然后来2006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伫涂正成做部长的时阵，有即个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毋过就是讲到呾啦吼，认真照实讲起来，就是讲到呾来讲，全部用中华民国的教育部，伊不管伊啥物的出版品，伊拢是基本上都是以汉字为主，真汉有罗马字，包括公司台语台。所以讲。咱若是真正台语要学好，你就是爱会晓罗马字。你要加看一寡台语罗马字的物件，你就是安怎？咱就是爱甲咱的祖公祖妈老咱的财产吼，甲捡转来。所以咱即个有足侪白话字的文化资产，只要去杨文言的白话字台语文的世界，就会当找到规山片的白话字的物件。咱若是敢若会晓中华民国教育部迄套迄个。汉字甲罗马字啊，咱就是去食，因为伊无啥物物件讲较白。你若叫是世界，就是安尼，当然你感觉你真好个。但是你若是真正了解台语文的世界，是遐尔澎湃，不管是传统的歌册迄种汉字的文献，还是讲过去白话字的文献，规山片拢满山片。咱若是讲拢袂晓，拢看无，毋感觉讲，我无需要了解，毋免知，安尼咱就是去食。咱若是知影会晓用白话字，看有过去的，包括歌册汉字，咱就是好个人。所以我咧教学生的时候，我拢是因为即马就是讲，像阮教育大学，阮是师培的，所以一定爱去做老师，爱会晓中华民国教育部迄套。毋过我拢同讲吼，你若是要做台语专家，你要做一个台语老师，你要做一个正统的台语人。你看无传统的歌册，即个汉字，看无迄个古早到呾搁咧人咧使用的即个白话字即个文章，你爱点点家己伫遐，毋好大声讲，我看无为虾米用迄写，安尼用笑。你应该是讲爱紧去学会晓的才对。所以我有看到真侪吼，真侪咧做台语老师，也是讲家己讲家己是台语专家，结果。敢若会晓中华民国教育部迄套，佫讲了足大声，全世界拢配合伊。我想法，即个前后顺序，甲大家回应者，我的想法就是讲，咱若袂晓的，就是咱就去学吼。了后就是讲。去叫人报告站啦。
叫295去355啦。 19无错，嘿，安尼迄个阿尤是头一个哦，迄个589页阿玲签名吼，有签名迄段话伫589我有看着。主持人，你有听着我讲话无？有，我知，我拄则有拍起哩。阿杨，你想？我先讲伤久啊，吼，所以我怎讲就是讲，早前即个，我认为讲吼，咱徛伫即个人世间，啥物吼凡事吼，因为理想甲现实种种，逐项拢需要学习。毋过就是较重要的是讲，若干若会，我拄着眼前事实是，有一寡我感觉啦，我因甲我无共，我的态度拢是吼，我袂晓，我拢足认真去学，我愈学就愈感觉家己袂晓的太侪啊。所以我有拄着一寡人哦，伊拢家己讲家己介先介专业啊，毋过呢，伊毋肯搁学习，伊着爱世界配合伊。我感觉即个心态跟我较无共啦吼。所以讲我讲就是讲，咱诶即个祖先留互咱足侪真宝贵诶资产，咱若是会晓使用，咱就是好业人。所以呢，咱若是即个会晓即个看有即个咱台语的白话字啦吼，就是台湾罗马字、台湾字，咱就是会当成做好业人。先教部迄个罗马字甲对白话字改来，要互相互通，基本上并无困难。我伫教学拢，我开几啊届的即个罗马字入门的班，12点钟的课，都拢会晓的啊。毋是困难的代志，只是看是毋是老师会晓教，若袂晓来找我。伤久啊！感谢大家，安尼就是有2个奖品。好，大家继续加油，迄边较徛久的人个啦，所以就是写啦，就是安尼。好，多谢洪丁老师。较等下再请官王甲阿杨甲恁的 email 留落来吼，我会甲恁联络。接续落来，咱邀请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陈慕真助理教授甲大家分享。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陈慕真。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的线顶的新册发表会。真荣幸会当来遮讲几句我的看法。我想要为几个方面来分享我认为这个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佮有台文通信30档前的这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讲，看到这本册的时阵，实在是真感动吼，就是702页的安尼的这个角度，会当讲是台语文的咱台湾人的圣经吼。伊的这个角度甲伊的分量，实在是真重要。咱为这本册内底会当看到台语文运动的过程，佮有伫这个册内底有收真侪真重要、真好的台语文学的作品、论述语文的动态、广告批信、手稿、相片遮。所以这本册会当讲是台语文重要的史料，而且嘛是伫研究所，若是咱开这个台湾文学史，也是台语文学运动史真好的教材。这是一个台语文史料的这个意义。第二个拄则魏文老师甲洪丁老师拢有讲到白话字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就这个白话字历史的意义来看台文通信，咱嘛会当看到伊有这个特殊的意义吼。咱知影白话字伫1969年就互国民党政府完全来禁止，所以1991年台文通信这个发刊会当讲是白话字顶头生的一个基地。台文通信伊透过电脑化，佮有汉字书写的方式来延续这个正经白话字的生命。伫1885年迄个时阵，台湾府城教会报伊培养第1代的台语文的作家，像陈启焕、赖仁生等等的白话字作家。1991年的台文通信嘛，造就咱战后重要的台语文的作家，亲像陈雷、陈明仁等等重要的作家。所以为这个1885年的台湾府城教会报到1991年的台文通信，咱会当看到这2份刊物伫台湾史内底前后守护台湾人的语言甲文字的这个意义。所以这是就这个白话字历史的意义。第三个是就台湾文学史的角度，我伫这内底嘛读到陈雷先前的写的这个台湾文学的后一个阶段，伊伫内底有写到真重要的一段话。写讲台湾文学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咧，
爱靠台湾语文的写作甲阅读能力的普及化，安尼台湾文学的回归，才会使讲是实实在在培养伫台湾的乡土顶面。这是陈雷先生写伫台文通信第10期的文章。所以为台文通信来看台湾文学史的即个发展，咱会当知影台文通信伊就是普及台语文读写的即个重要的基地，而且台文通信嘛是帮助台湾文学行向后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的刊物。最后是伫即本30档的特刊，咱会当看到30档前的先进，甲当代的台文青年的合作，即个精神的延续，互咱看到台语文运动是一代搁一代咧生产咧接线。最后我要感谢30档前真侪先进的拍拼勇气，伫迄当时对抗即个华语的霸权，比即马搁较困难。真多谢恁伫迄个时阵的拍拼，互台语会当延续，嘛延续台湾的民族到今。以上是我的一寡分享，多谢大家。好，多谢无尽老师，咱嘛真多谢有真头壳清楚的老师传承互咱遮尔要紧的知识。过来，咱请台东大学华文系张学谦教授甲大家讲几句话。主持人麦克无开哦。主持人无声哦，你敢有开麦？主持人即马足紧张诶，无听着，麦克敢有开？主持人麦克无开呢，主持人麦克无开哦。主持人你是接线诶吼，还是你若线头背掉，搁插落看觅？你诶麦即马看起来是关掉诶。来小解咱诶主持人，咱诶主持人靠背面小姐即摆咧读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诶博士班。无声，你诶麦克，你诶背面你诶迄个麦即马是关掉诶呢？咱主持人是有意诶青年，即马内心12万分诶惊吓。你是用迄个你是用接线诶？你甲迄线背条搁定插看觅是安怎？线路，伊本地有声，为虾米会即马麦克会无背面你
陪面即马地点，你要先帮伊刷落去主持一下袂？大家平安吼，安尼咱即马主持人因为线路有点仔问题，我是致电，我先接续陪宾遮主持落去吼。好，安尼咱活动咱即马会继续进行吼。咱即马刷来，咱会邀请咱台文作家吴敏祥来替咱讲几句话。来，敏祥先生。好，多谢民雄先进。我转来啊。台文通信30档纪念月刊有通出版，扣起咱有侪先辈的刊架，上重要的是一定无少大家编辑团队，甲即个任务扛起来。大先咱来邀请共同主编纪品质先进来甲大家分享。
好，多谢品质先进。接落来，咱邀请共同主编林碧彤先进，甲大家分享。大家平安，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好，我都无要讲甲顶届共款的，我要直接回应拄则所讲的。最近清明，真侪人去陪墓，边仔的人甲我讲：恁囝会晓讲台语。我讲：嘿啊，啊无恁孙往你的祖先祖妈祈祷，因敢会甲你保庇？因敢听有伊伫讲啥？我相信你若是有信仰，真正期待你的祖公祖妈甲你保庇，你就爱甲你的孙仔教台语，毋是强迫家己去学华语，颠倒失落家己的身份认同。若是有信仰的人，无论你伫教会还是毋是伫教会，都应该爱学罗马字，将家己的母语甲捡转来。这是我的想法，感谢。好，多谢碧彤先进。再来，咱邀请模组计划甲商品设计负责人董小克。各位先輩敢有聽到我的聲？有。好，各位先輩，友誼大家平安，大家好。真歡喜即擺會當設計台文通信30檔紀念特刊，做模組的網站，想着當初時，歹勢，我的台語比即擺佫較拗高，佫較無練長。逐擺甲下美老師佫有制定用台語 meeting 的時陣，meeting 進前，我攏愛現詞典，找足儕袂曉的詞，而且看到儕友誼攏足認真咧拍拼台文的時間，我就直直甲家己講，袂當互人漏氣啦。下班了後，我就定定做設計，做甲天拍浮光。即擺設計是用回信意象，想要展現台文通信30檔以來為美國過鹹水轉來台灣的意象，佫有想要表達連擺30檔以來堅持為着台文甲台灣人的理想拍拼的精神，真歡喜模組會通達標，希望大家有喜意即屆的設計。煞尾我想要感謝下美老師做我的台文老師，會曉白話字。我真正開始熟悉台灣。我會記當初時，我甲下美老師甲制定講，我毋知影我會通用啥物寫水，因為我感覺用啥物寫水攏有政治的感覺。下美老師迄時陣甲我應講，做台文的時間本來就是政治。我即馬了解伊的意思啊。我嘛想要感謝制定耐心的甲我溝通，毋管我的台語佫較拗高，伊嘛是遮用心咧甲我合作。嘛感謝為着台語文堅持的各位，希望台文會當出頭天。感謝大家。多謝小克先進，你的設計大家攏咧問，即馬我知安怎甲因紹介，是一個足有為的台語青年。接落來，咱邀請排版設計的負責人柯德良。
安尼敢有声？有足清楚。大家好，我是爹爹。拄则听大家讲啊，拢足厉害的。我准备的是迄种较自私的，我就简单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感觉，我可能就是无法度，就是即马掀开个台湾通信即本册，因为我排版排伤久啊，可能爱几个月啊，我才会使掀开来看。无亲像有一个老师，佮甲伊全部拢读了。我是感觉讲，就是若是有搁较侪人，就是会晓用因 design 就好啊。安尼就是我感觉做这就是伫咧排版的即个部分的骹手伤少啦。就是欢迎大家来合适排版，大家会使问我安怎排，安尼我就袂毋免做遐济代志啊。搁有就是，我感觉就是台语文出版品的迄个编辑啊，还是规个出版的流程，就是还阁有真济足大的进步的空间。就是希望讲有搁较侪人会使来投入即个工作，因为有出版品才会使记录真济物件。以上就是安尼，台湾平安出头天。好，多谢德玲先进，一冬以来做会出来已经足了不起啊！我感觉毋免伤过谦啦吼。来，咱续落来邀请共同主编陈志廷甲大家分享。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即届台文通信的共同主编吼，我是志廷。我是1990年出世的吼，基本上就是甲即本咱台文通信共一个世代啦，做伙大汉的。但是其实伫我大汉的过程中吼，其实无机会通熟悉台文通信吼，熟悉台文通信嘛是即几冬的代志啊。若是讲无台文通信，伫咧30冬前开始书写台语开始甲遮书写台语的课仔做互大，甲大家考做伙吼。我想吼，凡是我今仔日嘛无机会去甲家己的母语通捡倒转来。伫咧30冬后，伫咧2021年因为这是台文通信30冬的30岁生日因为吴家明即个海美先生的邀请吼开始邀请我参与开始即个计划吼即个计划拢总冬外的时间一开始咧，阮开大概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要消化遮30冬来的文章吼就是甲遮文章所有拢读过1摆，读过2摆决定遮的主题刷落来咧，阮即份刊物有做一寡分工，亲像讲有侪邀请侪数位化的志工甲即位刊物数位化，然后才阁进入即个编辑的时间吼第二个部分就是即本刊物嘛感谢迄个咱共同主编迄个纪品志先生吼来实际甲大家邀稿。就是甲即个30冬来所有的参与者，也是讲咱伫咧新世代受到台文通信影响，开始读台文通信刊物的一寡少年的台语文运动者，甲遮的各位先进邀稿吼阁有得到咱目前大家看到所有文章的授权吼，这其实嘛开非常大的开来，开非常济时间吼。搁来第3个部分呢，就是咱即届台文通信像拄则两位即个编辑迄个小杰吼，咱多谢小杰，就是大家即马看到我后壁的背景，就是大家拄则若听小杰咧分享，但是无机会通想象，即马大家看到我的背景，这就是小杰的设计吼非常多谢小杰搁有即个德玲，咱即本册的编辑就是刷来，我讲的即个部分，就是宣传的部分吼。咱伫咧咱即本册宣传嘛开非常大的开力伫咧 Facebook 顶悬邀请侪对台语文友善的对台语文友善的迄个
亲像陈立军部长吼，还是即个弗兰迪立法委员吼，来做伙来替即本刊物赞声吼，也是咱接续落来的募资计划吼，伫咧宣传即方面，咱其实嘛咧试验吼，嘛开介济开咱吼，希望讲咱会使吼，济人去知影咱台湾通信即30冬来大家所做的拍拼，啊，佮有参与的人安尼接续落来咧，遮个时间结束了后吼，其实佮有迄个内容的校对啊，佮有刊物的编排啊，佮有要制作募资产品吼，这嘛是经过几若摆的讨论，嘛开袂少的时间吼。咱基本上就是即冬外的计划内底，咱有差不多每礼拜二，逐礼拜二就是暗时拢有固定开会吼，就是来讨论遮个代志。上尾咧，佮有印刷，佮有迄个寄送，佮有办理新册发表会吼，较正式来完成咱即冬外的计划。所以吼，伫遮要正式甲即份刊物要正式销解互大家。即份刊物呢是大家非常好的台语文的入门册吼。咱即马市面上的台语文刊物其实介少徛伫即种运动的观点。记录这30冬来台语文发展的历史吼，所以即本册伊是一份运动性质诶刊物，咱嘛有实际甲遮的迄个文类来做分类，甲遮运动性的文章甲拣出来销解互大家。虽然讲咱即份册这伫咱市面上的台语文刊物非常罕得看会到，就是运动性质。咱即份册因为伊的运动性质嘛起做有足侪90年代开始用台语文实践书写的即种文学家吼，亲像咱陈雷先进，佮有咱陈明仁先生，佮有咱陈雅琪等等吼，咱遮的文学作品吼，所以咱即份特刊吼有一半以上拢是咱的文学作品，嘛非常欢迎大家来做阵来。了解咱正港的台湾文学吼，刷落来咧，佮有咱有一寡回顾的文章吼，就是咱即30冬来的成果，还是讲邀请像梁光先生，还是即30冬前参与的遮个参与者，佮有30冬后来写即个回顾吼，来回顾即30冬来的即个台语文的运动的活动吼。佮来嘛有咱文学作家陈瑞先生甲萧平志先生的手稿吼，这嘛是第一摆完整公开互大家吼，所以伫遮正式销解即份特刊互大家，希望大家会使斗阵来支持吼。最后我则要感谢即寡人吼，就是伫咧即一冬来大家做伙来参与做伙来斗相共，还是讲无徛名做伙付出的遮个人吼。头尾先大声感谢的是陈良光兄，佮有陈瑞兄的经验的传承吼，嘛固定互阮一寡看法、想法，还是讲引导阮要安怎去执行即本特刊吼，非常的感谢。刷落来就是即个德灵兄，佮有即个 April，佮有即个陈世宪，佮有即个小肯吼，来做即个主要的设计部分，佮有即咱封面所就是咱陈世宪先生所写的即个大字吼，佮有咱特刊的内容，大家看到这足济即个足水的花草吼，是咱April 斗相共设计吼。好，刷落来，阁要感谢咱周文教授吼，斗相共咱得到咱文章的授权，阁有陈茂进教授斗相共这做记者的时间吼，阁有咱周定班先生吼。嘛有提供一寡宝贵的资料吼，阁有咱即本特刊的发行单位是咱崇美志纪念基金会，阁有咱的迄个即本册出版单位是咱阿西亚国际传播社吼，非常的感谢。刷落来阁有咱50几位即个数位化的志工的团队吼，咱等下嘛有咱志工团队的成员会来甲咱分享吼。
咱非常感谢咱所谓为台基文物这份特刊做伙拍拼的即个志工团队吼，非常的感谢。搁来有咱上辛苦的咱共同的主编吴家明先生、搁有林聘栋先生吼，非常感谢大家。搁来就是咱最后迄个咱即份特刊印刷完成要寄送互大家，要送到大家手头的时阵，咱这400几份、500-600份的即个无主的特刊要寄送到大家的手头吼，咱非常感谢打到台语开讲社，特别8工来斗3工来寄送遮的特刊吼。搁上尾就是要感谢咱所有甲咱支持，搁有买册大家，非常多谢大家，好，多谢。好，多谢志庭先进。接续落来，咱邀请共同发起人吴家明甲大家分享。大家平安。其实拄则志庭已经讲过诚济就是毋过我嘛是大先爱先感谢就是即个特刊的编辑团队因为即本特刊其实为前年就是2当前的10月开始有即个想法开始进行，到呾就是已经当外的时间差不多当半的时间，所以要完成即件代志是真正足无简单。其实足侪人嘛，伫网络顶悬就是会甲我感谢，毋过其实我家己一项是无法度完成即件代志，所以我嘛搁一摆特别搁感谢咱规个即个特刊的编辑团队。头去先感谢咱的2位总编辑，就是梁光兄甲陈瑞兄，甲阮就是提供互阮侪的建议。甲支持咱要做即件代志。再来就是咱的主编团队，志庭兄、品志兄、甲碧东兄，特别感谢志庭兄甲品志兄，是咱差不多1冬的时间，就是逐礼拜拢伫山顶开会，拢开不若点钟的会，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再来就是特别感谢志庭兄，甲我斗分配1半以上的工课我有通较有气力讲来通完成即件代志，即件代志。再来就是无主的团队特别是感谢咱迄个设计，就是迄个无主的迄个配信的即个主要的迄个设计甲内底一个故事迄个说明这拢是迄个小客来负责设计部分。再来就是数位化团队其实有要甲40个志工特别爱感谢一鸣兄一鸣兄伊其实有斗3工斗苦足侪人而且伊搁一个人家己负责斗3工做专门校对的部分所以伊出足侪力。再来就是排版甲校对团队就是德玲兄做即本特刊即本册的主要的设计志庭兄甲我做伙用足侪时间来处理排版甲校对的部分再来是出版的团队咱有足侪有志尤其是到台语开讲社有志负责斗3工包会寄送等等的工课再来就是咱感谢即2场新册发表会的团队特别感谢培敏伊负责来主持一场是咱进前伫迄个高雄文学馆有一场实体发表会甲咱一场线顶的新册发表会。最后感谢每一个参与即个计划的赞助者甲支持者。我简单甲大家绍介即本册即本册其实当然就是台湾通信上早期就是即个白龙江先生来创刊的伊是有一个台湾习作会用即个单位做发行单位是第1期到第50期的时间
算做就是初初真无简单诶，就是有法度坚持遐久来做一件代志。尾啊，豆豆啊，才有较好诶环境。再来另外一个最重要诶，就是单位兄伊所带诶即个托伦托诶会使讲台文班，还是讲读者联谊会，尾啊变做接即个台文通信诶编辑团队。其实单位兄虽讲伊无挂名做主编，毋过事实上伊是即个团队诶灵魂人物啦，当初是嘛是伊。就是愿意徛出来就是来接即个工课。托伦托编辑小组其实真无简单，因其实有参与的时间，其实有超过即本刊物30档的一半啦，就是15档外的时间啦。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有即个托伦托的编辑小组，伊才有法度延续到就是足久长的时间一半以上的时间拢是即个编辑团队来负责这也特别感谢伊。我就来讲即本特刊的设计拄则其实你定有讲这是迄个大字就是迄个书法是陈世贤先生写的即个特刊咱的册配设计这伊有真特别一个想法就是咱台语文其实是真无简单互相爱小经才有法度坚持到达未来再继续行这条路，所以有即个用即个物件来做即个白话字主要的设计。册背后壁只有一句话即句话是黑暗暝要有光。即句话其实就是第一，伊是咧讲即本册配的设计即本册当然大家手里头摕就是迄个伊的部分全部拢是有金的就是伫册配的黑色内底有金就是类似发光的意思这其实是咧呼应即本册配的设计嘛。另外一个就是讲台文通信伊伫创刊第一期内底创刊号文章内底都有写，伊当初是即本即个刊物要创刊的时阵，伊主要是要有即个行做台语文的汇整有法度去继续生产所以是伫黑暗嘛是点一拍火另外一个就是讲即个光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咧感谢咱陈良光先生伫30档进前30档前有法度来做即件无简单的代志伊当阵其实台语文环境其实足好有法度来做即件代志，坚持落去到尾有法度到传脱到咱台湾倒来搁继续发展到今仔日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遮嘛特别搁感谢伊另外就是讲大家若有摕到册，你应该有看到咱册内底有足侪即个花草的设计即个花草其实是有特别经几种无共款的花草遮的花草其实拢有是代表做有细命力的花草有的是树遮的实物就是要安插伫咱的即个册刊旁内底，代表讲咱的台语文是伫即种足艰难的环境内底嘛有法度搁继续生产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实物就是即个台湾百合花即个花草内底的设计我是特别拜托阮团长April 4月遮嘛特别感谢伊我因为大家可能无得较知影讲即份刊物的特色，还是讲即份特刊的特色，我就简单搁互大家看一下即本特刊是啥物款的刊物伊重要的所在我家己感觉就是第一项就是开始实践台语文的读写这是都无简单的代志，伫较早30档前遐尼无简单的环境内底我都去开始做即件代志，毋是用喙讲足侪话就是直接落去写，直接落去做即件代志是足无简单的第二项就是推动即个罗汉台文的书写
当然这是有一个时空背景啦，就是因为咱受汉字教育的关系，所以咱若干那用这个罗马字方式，变做可能一般的人，尤其是台湾人，较无法度接受，所以变做讲用这个汉字甲罗马字来写的方式，这个方式其实是王永杰先生开始有主张，这个第两位教授开始练，开始做这个代志，真正来去写。所以其实到当有足侪人就是拢用即款的书写方式，这就是为30档进前开始做即件代志，到当有法度就是真正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第三个就是内底有推升足侪国家联谊会，包括拄则迄个魏文老师有讲到即个淡水的国家联谊会，再来就是有培养足侪台语文运动者，其实当初。你若看即个特刊内底，咱有整理的物件，你就知影讲，其实足早期有参与即份刊物的人，其实即马拢行做即个台语文的一个足大的困难伫各种的领域拢有法度，就是来带头，来延续咱的语文的物件。咱的特刊内底有收啥物款的内容？主要就是即本的台文册，即本的特刊其实阮是初是设定讲，这是互大家若对台语文有兴趣的人，正值得开始读的一本册。是安怎安尼讲？其实即本册你会使讲，就是即个近代台语文运动的一个脚迹，大部分拢遮。另外一个就是，伊基本上是一个运动著的刊物，毋是干那伊内底文章内容讲着运动著的内容尔，嘛包括讲有参与的人，伊本身有做一寡运动著的事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即样刊物除了内底有整理台湾通信的运动史，另外阁有整理早期的文章，选集，阁有参与者的回顾。另外就是较特别，阮有特别邀请一寡作者，请因提供早期的一寡原稿，公开互大家去看、欣赏、了解。好，内底册大概分做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画头的部分，就是咱遮是安那来做即份刊物，包括一寡人来推荐，你会更较了解即份特刊的意义。另外一个就是，即个特刊是安那开始，到是安那执行，中间有啥物款的缘故，我有写伫即个文章内底，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看。第二部分是即个手稿甲一寡相关的历史资料，真侪是相片，这内底有足侪趣味的物件，大家会使去偷偷看卖，比如讲像这是即个乡事补记的手稿，像即个是特别伫咱兄的手稿，这是伊头一篇台文，投稿伫台文通信内底，咱嘛有甲伊。就是甲伊做即个无主产品的即个 AS 的即个资料页啦，大家若有赞助的时，应该有摕到即个页这是伊死当阵写的头一篇台文摆的落甲风吹，再来就是讲，咱有早期一寡可能迄个编辑团队内底就是互相咧沟通的一寡批信的，就是迄个记录就对这大家嘛会使去看卖这真趣味。第三part的部分就是主要就是小解台湾通信的发展的历史，包括可能一寡北美的发展，也是讲像内底有一个足重要，就是迄个这是台湾通信的发展的历史，你会使去了解台湾通信规个发展的过程，再来就是第两位教授其实是即个台湾通信背后一个灵魂足重要灵魂人物，包括有开发迄个 EW300伊的即个电脑系统，这初台湾通信有法度编辑，就是为即个电脑系统开始拍字，个排版，用人工的排版方式，用早期无迄种电脑排版方式，是伫都市的环境内底。再来就是像迄个毛金老师拄则讲，即个真要紧的意义就是。抓接正经即个白话字
到战后互国民党整顿的即个白话字的历史为海外搁继续传承落来。搁来就是即个廖水明教授有写一本《一尖甲一尖》台湾母语文化发展，内底咱有特别甲即个台湾通信即份刊物相关的资料翻写做台文版因为原版是迄个台湾文学馆出版的是华文版咱内底有甲即份刊物有相关的部分搁特别翻写做台文版，互大家做参考，你会对即份刊物的重要性更较了解。第4趴咱有特别邀请咱就是有参与的团队贡献者读者联谊会作者，甚至买手咱有一寡读者等等来写30档的回顾感想，甲一寡寄望这嘛会使互大家搁较去思考即个刊物。比如讲像淡水读者联谊会像拄则讲到搁来就是像即个另外一个足重要就是伫中华的读者联谊会其实像淡水甲中华读者联谊会算做发展了算较好的另外就是第5趴的部分是台湾通信30档的文件内底其实有足侪内容咱是针对即个伫北美发行时期即个部分200几期的部分来甲遮个文章做整理。较要紧的部分就是内底文章有牵较侪部分，就是512甲512就是主要互大家了解台湾通信伊本身即个运动性甲发展甲包括一寡读者联谊会相关的消息，若是讲年会等等的记录，你就会对即个台湾通信伊本身即个刊物甲相关参与者的想法，还是讲有相关做过的代志你会对即个台湾通信即份刊物的意义搁较了解。第2趴就是台湾通信甲其他的台湾刊物足无共的所在，就是伊内底有讲到足侪台湾的语文意识、台湾意识，还是讲相关的论述嘛有访问一寡台语文的运动者等等这是甲其他的台文相关刊物较无共的所在包括其实像即马你看台湾通信网报，其实伊买手就是甲网报甲做伙了的，较无即款的论述这嘛是较拍算的搁来就是另外就是相关文学的部分毋过文学的部分其实占台湾通信其实超过一半因为文学的部分其实真歹精选大部分嘛有搁顶出版过所以内底若有想要看我是建议会使去找一个较特别的专栏，是我的头一篇台文你会使看到内底足侪早期就是第一届写台文，就是伫台湾通信投稿因的记录这是一个真趣味的内容鼓舞大家来读看卖这就是咱因为即本特刊因为想要整理的内容其实足侪啦总是无法度完全拢甲收入去内底，所以其实咱内底的册内底有一寡是有提供摄影，就是有推荐讲你可能会使去找啥物款的文章来读毋过无全部拢加伫即本册内底，毋过咱有加即个线顶的网站，内底有全部的迄个早期的迄个台湾通信的内容，有全部扫页，你会使去看你就会使直接去找讲内底倒一期倒一页你会使直接去看所以这线顶的网站嘛欢迎大家去利用搁来就是讲若假使讲你也无参与到即个特刊的募资计划的人你做想要搁读即本册欢迎你来即个阿西亚的网站线顶的网站就会使直接买而且嘛甲大家搁推荐一摆这一本特刊真正是用足侪精神嘛是真值得来读的一本近代的台语文的卡册包括讲你若对初要参与台语文，还是学习台语文等等的你应该定值得先为即个刊物来开始了解，内底足侪讲的相关的议题、相关讨论的想法等等还是讲即马足侪人
有要义啊，一种争论的物件，其实内底足侪拢已经有讨论过。你会使先为这个特刊开始读，会更较了解。最后的足感谢大家来支持这个台湾通信30档的特刊，嘛，再一摆就是感谢所有来参与的，今日参与的这个朋友友志，多谢。好，多谢迄位先生，嘉宾啦吼，嘉宾。台湾通信30档的纪念特刊，毋但有叫到的编辑团队换头，阁有一大棚的志工投入。今仔日咱真欢喜，有足侪朋友通做伙参与，咱来听看大家安怎讲。首先，咱先邀请志工阿文先进，甲大家讲几句话。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阿文。有听吼？有声？有，足清楚。OK。现主是活伫咧中文世界的台湾少年仔，感觉袂晓讲台语嘛无要紧，甚至对台语有一寡误会。原因是啥物？因为因无够了解台湾的过去，因无了解因爸母、阿公、阿嬷经历过的时代。透过台湾通讯，会当看到30档前的台湾社会。原底一个讲台语的社会是安怎互中国政府甲伊改造，渐渐成做一个讲中国话的社会。台湾愈来愈无信台湾，颠倒较信一个较细的中国。台湾人若无了解台湾，袂记你家己是啥物人，台湾的未来会变做啥物款？较台湾通讯会当产生台湾意识。互已经有台湾意识的人，搁再想看未来的路要安怎行，要对倒位去？是安怎？台湾人甲台湾人讲话，无要用家己的语言，煞是配合外来政府，配合外国人讲外国话。拍台湾通讯会当看到侪台文运动先辈的脚者，互阮遮的后辈通对着因的骹步，做伙行这条台语路。语言的复兴毋是一群人的代志，是所有台湾人的代志。咱着骹步投在，靠搁较侪人做伙来行台语路。一年365天，一天24点钟，嘴讲台语，手写台文，台湾人出头天。多谢。好，多谢阿文先进。接落来，咱邀请志工阿杨先进。好，我先来分享我的感悟。安尼大家敢看？有。好，各位先輩、各位友志，大家平安，我是安陽。相片內底這就是我啦，因為我的電腦甲手機啊攏無鏡頭，所以我就用相片來代替。今家己傷過緊張，就設計大家問題來回應，甲這當作我要分享的，安尼我就開始啊。是安怎？你敢有是安怎会答應做紀念特刊志工？其實答應的時陣，我才拄接觸台語文幾個月爾。會接觸台語文嘛，甲即擺台灣通信網部有關係。若是想要知影，我是有寫讀者回顧。我就無加講啊！迄當陣我就知影吹殺，這真正是真要緊的代誌。我對台語文，特別是白話字真奉獻。所擺真感恩，拄好有這個機會，若做台語文事工，若了解台語文英國歷史甲未來的發展。做數位化校對的時陣，敢有得到啥？數位化其實會當甲電子檔轉做文字檔，
会当省真侪时间，干那需要去校对看字敢有毋对就好。毋过为着互家己会当读遐个文章，我超工无安尼做，嘛因为安尼学着真侪台语文知识。做志工倒一个部分互我上感动。伫做志工的期间，我嘛有参与线顶读者联谊会。所摆互我上感动，就是会当看到侪侪特刊内底的作者出现伫我的面头前。收到特刊，互我上感动的是啥？收到特刊，我有影真感动。安怎讲？就是摕即本伫手呢，有一种我有一支骹已经踏入台语文的历史内底啊！这就是证据。重新咧读内底的文章，有啥物感想？做志工的时阵，有读到真侪真好的文章，毋过因为有时间的压力，袂当豆豆仔欣赏。我想，因为为迄当阵到即马，家己有较侪较深的体会，嘛因为即马有较侪时间通读遮个文章，就感觉会当搁较了解每一位作者想要表达的代志。因为即本对家己未来有啥物愿望，为即本特刊，我对先摆安怎为台语文付出因的心血有真深的体会，嘛对这有搁较侪感情甲认同。我嘛愿望家己会当甲遮个先摆共款，伫未来继续为台语文付出，互台语文出头天。以上感谢大家。好，真多谢安阳先进。所来咱邀请纪念特刊线顶读册会共同主持人暗公鸟校长，歹势，暗公鸟先进。各位先摆有志，大家好，我是暗公鸟。拄收到特刊的时阵，我小可甲显一下，发现第5趴是台文通信过去的文章，所以我就伫推特发问讲，凡说会使来发起一个读册会，大家来做伙读这本特刊，甲你读册，甲大家做伙读册的感觉是无共。落尾有几位推友回复讲因有趣味，毋过因为我家己较无闲，所以我就甲猫豆甲小甲参详了后，请因2位来主持读册会。就安尼，读册会伫3月20日开始，逐礼拜一伫推特的 Space 举办。读台文通信，互我的感受是会当了解过去30冬先摆因伫台语文运动顶面所拄着的问题，嘛会使了解台语文过去的历史背景。虽望我也未看煞特刊，毋过咱现主是拄着的问题，敢若先摆伫过去嘛拢有拄着。就亲像特刊355页，陈明玲先摆迄篇台语异乡人共款。30冬前，世界拢是袂晓讲台语的台湾人，即马嘛是共款。凡世状况搁较歹。阮细汉的时阵，甲时代拢是讲台语，毋过即马细汉囡仔甲时代所拢是讲华语。台文通信大部分的文章拢是台罗南写，若准无学过台文的人来读，嘛无有啥物问题。这本特刊会使讲是台文通信的精华，正经是真好摕来做台文入门的册。以上是我的分享，感谢。好，多谢暗公鸟先进。搁来，咱邀请志工药材先进，甲大家分享。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我是一在大先讲就是这是我头一摆伫遮侪人的面头前用台语咧讲话，真紧张有发音无正的所在，请大家多多包涵。首先我头摆知影台文通信即个杂志是伫高中的时阵，
因为迄阵功课诶压力较大，所以定定会偷偷走去图书馆啊，还是讲书店去摸灰休困看小说。伫书店看到即本杂志诶时阵，伊吸引我诶原因，就是主要是伊诶册名有台文迄两字，互我感觉讲，这敢是台语诶，因为因为这是伫课本以外头一摆看到有台文诶字，因为小学3、4年诶时阵有乡土诶课，所以歹势伤紧张啊。我家这印象诚深嘛，因为这是我人生中头一本台文的刊物，看到台文的刊物，差不多伫高中要毕业的迄年啊，无意中读到一篇文章，伊讲根据联合国相关的研究，台语上紧，伊是讲上紧伫21世纪结束进程的消息。迄阵看到这篇文章，我是心内是诚惊一条啦，惊一个就开始思考，感觉讲有影，而且嘛发觉一项代志，就是讲会晓讲家己的母语，煞袂晓读写，这是真矛盾的代志啊。怎决定要学台文？毋过较见笑的就是，我一直拖拖刷刷到大学已经毕业做兵煞，才较正经地学白话字，到呾差不多2年较加的时间。我主要是伫Twitter 顶悬练习白话字，后来看到嘛有袂少人咧写白话，要写台文，尤其是白话字。怎去熟悉到推友 Bruce 兄 Bruce 大哥，即届会来参加数位化志工，嘛是因为伊的邀请，互我知影即个活动。我感觉真有意义，嘛想讲来斗相共。拄开始是做数位化，拄开始是感觉心内惊惊啦，因为迄当阵差不多嘛才学1年外的台文，所以感觉讲家己敢有迄个程度通好应付即寡物件。你在过程中间看到真侪真好的文章，互我感受到即10几冬前、20多冬前，侪前辈因的热情，倒因迄阵对未来台湾，倒有母语教育、政治等等，拢充满寄望甲想法。我上介意看一寡参母语有关系的文章，特别是举外国的例来反转来看咱台湾，阁有倒位不足爱改进的所在。互我了解外国是安怎处理、安怎复兴母语。希望咱台湾人的母语有一天嘛会当参像外国的例安尼生，重新恢复自本应该的模样。有即个机缘通参与数位化的事工，实在是真幸运的代志。真正感谢侪前辈的奉献，无恁做先锋、做开拓者安尼拼，无今仔日的成果。感谢恁。以上是我的分享，多谢大家，多谢各位。好，真多谢药材先进。再来，咱邀请志刚一鸣先进。
好，真多谢 Bruce 一鸣先进。接落来，咱邀请乌妈妈协会执行长润婷先进，甲大家分享。各位先进，各位台湾人平安，我是做伙来讲台语酸甲乌妈妈好无的执行长郭润婷。头台先真感谢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的团队，互咱有即本的台湾人的圣经通读。就阮即阵，阮即个协会应该是因为先进拍拼，所以伫国家语言法典法通过了后，目前头一个全台文、全台湾话咧捧的协会，希望会未来会有搁较侪。阮即阵人对2016年开始就是想要全台湾话生活，开始全台湾话生活，到即马就是若全台湾话，嘛是家己咧写的时阵嘛是全台文生活。阮感觉伫即个过程开始甲咱台湾人的迄个神经接转来，就迄个神经就是迄个血脉，就是咱阿公阿嬷迄个话，到即马即个话，咱毋免搁经过无共的语言，互相无理解，咱甲台湾人的听有法度接转来。台湾通信真正啥那是圣经，真正感觉这真正是足重要的礼物。想要先照阮理事长张翔前2日讲的一句话，伊讲台湾话上无去，上根本的原因就是无人要写台文。咱知影讲30当前台湾通信开始，迄个时代台湾话环境甲即马比起来是好真侪。毋过即马台湾话环境歹，毋过可能会晓写台文的人，毋知敢有愈来愈侪。毋过加在有台湾通信老遮的文字落来，互咱有即个劲会当去甲伊入转来。尤其即2天，阁愈有即个感慨。前2日是陈암荣过身的陈암荣纪念日，阁有嘛是前2日，咱台湾人的先摆文夏平民闽先摆过身的日子。因拢是台湾人，因拢用台湾话，甲咱台湾人的心声甲愿望去画出来的人。毋过即摆所谓我无确定，敢是台湾人煞是用中国话、用中文咧甲因笑脸。到底就是因为台文无人要写，就是因留落来，就算因讲台湾话，毋过因留落来的文字是中文的时阵，安尼咱到底是咧为着啥？加在真正有台湾通信会当互阮去翻头想要知捌台湾人的代志的时阵，会当用台文会当直接去读，毋免搁读中文，真正足艰苦。就是咱台湾人要知影台湾人的代志，竟然爱用甲咱台的中国的语文去了解的时阵，就是我家己真正读袂落。就是我一直会记得，下米伊伫台湾通信30档特刊的实体纪念会时阵，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台湾通信虽讲是30档前伫美国的台湾人开始。毋过，这一切总是爱转来台湾才有意义。转来台湾，就咱台湾人要伫台湾，咱要有台湾人，咱要有伫台湾，咱要有台湾话，咱要有台文。就是咱希望讲，咱有家己的国家，因为即个语言毋若是台湾话尔，咱需要文字，文字就需要有国家的力量来甲咱保护。所以，阮讲台湾话，做台湾人，咱台湾人捌做到过即件代志。毋过，咱还未行到的迄个所在，是咱写台湾字建台湾国。这是咱一先摆甲即马，咱还未行到位，毋过咱行到遮的一个愿望。阮希望讲会当，甲咱爱有先相信，咱爱看到讲，咱后一代的想要甲咱后一代的台湾人对话。啥物是后一代的台湾人？就是咱希望，若是有台湾国的时阵，即个后一代的台湾人是。即阵人，伊会当伫台湾，伊敢若顾台湾话，敢若顾台文，伊就会当伫台湾生活。就是咱爱相信有遮个代志，所以文字真正是有够要紧，所以真正足感谢。台湾通信的团队，互咱有即个资产，会当互咱台湾人未来会当继续看，会当互咱未来的迄个所在，迄个时阵，敢若会晓台湾话，敢若会晓台文的台湾人，嘛会当伫迄个台湾国生活。真多谢各位。另外想要甲大家紹介講，我媽媽甲我甲一寡友誌，阮即擺有做 podcast， 所以阮有甲幾篇，阮有佇台灣通信內底寫的文章，就讀互大家聽。因為知影講，就算是阮攏是寫全白話字，毋過就是知影講，就是無論是全白話字，還是講羅漢，只要是台文，就是有要去讀的人，可能嘛是有一個坎，所以阮就有直接讀互大家聽。大家若是有趣味，會當
就是哪配 podcast 直接读互大家听，甲哪看迄个台文通讯。第一篇是伫台文通讯30档特刊的第13页，是我妈妈写的台文通讯30档福气啦。就阮真正感觉文字这个物件留落来，就若像，就感觉甲即个黑暗内底，黑暗里有光，真正就相像，就是咱夜头看天星的时阵，咱看到的光是迄粒星伫几千万年前伊发的光，毋过就留落来，互我即摆看到，就甲文字即个功能共款。嘛是无法度取代。搁来有一篇是台湾人、台湾名姓人生online的角色，是伫台文通讯专刊的第381页。搁有一个是台湾文化，就先追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是伫台文通讯30档的396页。搁有一篇是文章写的，伊是回应台湾市民文学所，一篇是伫特刊的646页。即4篇阮拢有录，就是直接照迄个文章读互大家听，对。若是身躯边有朋友需要的，当大家做伙来参考。多谢大家，多谢即个编辑团队，多谢。好，多谢润婷先进。接落来，咱继续邀请志刚歌王先进。敢听有我的声？有，真清楚。好，安尼我开始。各位先拜，各位友姊，大家平安。我是歌王，30年特刊的数位化志刚。即摆做志刚，对我来讲是真宝贵的经验。感谢海宇老师制作即个互众人会当协作的平台。搁不如是有甲我招，我毋才有机会参与特刊的工作，见证前摆30档新血的结晶。做到对的好处，会甲文一字仔一字读甲真详细，嘛就安尼得到真侪知识甲感动。伫我校对的文内底，我印象上深的是1995年2月，创刊满3档的时阵，负责台湾联络处的陈明义老师伫第37期写的年底报告，新闻嘛有收入伫特刊第321页。文章头前过，老师讲到建立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甲台文通讯扮演的角色，论述真精彩。不过，真正互我读到目眶红红，是后壁过。老师感谢所有的订户甲赞助人，嘛讲起当阵事务上拄着一寡困难，办活动、做教学、开节目、出册，事项项就开钱。全职人员的薪水想要发袂出来，年底去算阁是红字，办事处是讲做合约，你要到期，又阁搬线，遮个就滴滴的日常，甲头前过遐个宏大高深的思想，也是老师甲因放一共一篇文，因为因是共款重要，因为走向伟大的路是柴米油盐一步一脚印。进前我会烦恼家己毋知影会当做啥，也是老师的文，敢若伫我的心肝底着一拍火。我无才调做带路的人袂要紧，出钱出力，替有才情的友姊，甲骹底的路铺较平咧，互因无顾虑去冲去拼，就是我要做的。这条路先摆行过，咱也定着会当创造下一个辉煌的30档。落尾，搁一届感谢所有的先摆甲友姊，真荣幸会当甲恁斗阵来拍拼。以上。好，多谢歌王先进。接落来，咱邀请纪念特刊线顶读册会共同主持人鸟豆。大家好，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好，大家好，我是鸟豆，台文通讯读册会其中一个主持人。
当初问我敢要来做主持人，其实我有淡薄仔烦恼，因为我的台语含台文毋是足好，我惊我做无落来。毋过小嘉甲暗公姐互我真侪支持，我就做啊。真欢喜我做即个决定，因为主持即个读册会，互我得到的比我想象搁较侪。逐摆献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即本册，咧找文章的时，我拢真细意，因为即本册真正足水，真有收藏的价值。毋知影倒一工，我才会当甲即本册读了。所摆我即马咧竞选文章，拢有找宝物的感受。甲大家来读先摆的文章，读了，搁来讨论语词，迄种感觉真歹形容，感觉足满足。迄种大家讨论、读册的感觉实在是真好。真感谢写即寡文章的先摆，嘛真感谢编辑即本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的先摆，甲侪侪志工的辛苦，互我知影即寡先摆对台语、台文的愿望、理想，甲因拄着的困难，嘛互我知影即马咱的母语的路阁真长。30档前咱母语拄着的困难，今仔日嘛是有共款的问题。即件代志其实互我真意外，因为我甲母语捡倒来才半冬，真侪咱台语文的历史、台语文拄着的种种困难，拢是这半冬才慢慢来了解。了解以后，我就咧想，我会当为咱的母语做啥货？我敢若会当为我家己开始讲台语、写台文，尽量甲咱的母语吹散互身躯边的人。若准大家拢为家己开始，安尼咱的母语的路是毋是会搁较好行咧？以上，感谢大家。多谢鸟岛先进。接来，咱邀请共款是纪念特刊的线顶读册会共同主持人小嘉。大家好，我是小嘉，嘛是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第推特读册会的主持人之一。感谢夏米的邀请，今仔日来甲大家分享咱的读册会。我个人是为旧年开始接触台文的学习，这本特刊嘛是我头一本的台文册。对我来讲，亲像是捡到宝，因为会晓讲台语的我，即马嘛会使读台文。伫遮，我想要感谢咱台文界的先摆、特刊的编辑人员甲志工。伫咧收到即本册无偌久，看到暗公姐在问讲，是毋是有举办读册会的可能？迄当时我就感觉真趣味，想讲这是一个真赞的想法。因为咱会使透过做伙读册来互相学习，尤其是现此时知影台文的人无济，会晓台文的人搁较少，所以家己想要对推广台文出一寡力量。落尾决定伫 Twitter 举办读册会，是考虑到即个平台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而且嘛有发现，伫 Twitter 顶悬愈来愈侪人使用台文。甚至是开始对学台文、讲台语有趣味。为着要互咱的读册会有互动甲学习的特色，咱团队有做一个网站，甲每一摆的读册会记录起来，包括甲读册会的录音做一支影片，也阁有每一篇文章内底有讨论到的语词做一个录音档。参与者随时会使去咱的网站看。顶礼拜，阮有接受一位朋友的建议，即马咱的读册会音档嘛会使伫 Podcast 平台找会到。咱的读册会到即马已经举办3回，希望大家有闲的时阵会使来做伙读册，互相学习，嘛会使甲咱的读册会小介互有趣味的友谊。以上是我的分享，感谢大家。多谢小嘉先进。接下来咱邀请志工小team甲大家分享。各位朋友、各位先辈，大家好。我是即摆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数位化的志工。
我真欢喜，除了伫台湾举办现场的新册发表会以外，今仔日嘛伫线顶举办即摆的发表会，互我人伫日本嘛会当来参加。我伫做志工的中间有得到真大的利益，伫2个半月内底，我的台文有真大的进步，我嘛熟识真济好朋友。毋过重点是我会当为着台湾社会做一寡贡献。我即马当咧做迄代志大词典的所谓花工课，希望会当早日来完成，会当帮助搁较济人，甲家己的宝贝捡转来。上尾我要感谢虾米兄、一平兄招我来做志工，互我机会来熟识前摆先进的作品，甲台基本运动的历史。感谢大家。好，多谢细听先进。接落来，咱继续邀请志工德如。好，多谢德如先进。德如先进有伫现场对无？要甲大家阿姨说一下无？德如有伫咧无？来，无要紧。最后，咱来邀请台湾通信的读册会发起人，台湾囡仔 TW Kid。大家好，我是 TW Kid， 就是台湾囡仔的意思啦吼。我即摆已经是2个细汉囡仔的老母，嘛是牵囡仔的手来行台语路的成员之一。真欢喜今仔日有机会伫遮和大家分享。我上头旧年看到台美公布台湾通讯，毋是旧年哦，应该前年。台美公布台湾通讯专门上线的消息，就感觉足欢喜的，想讲一定爱找时间来读
即个文献。啊，毋过咱爱读的台文的好的作品实在有够侪啦，读拢袂起。就敢若甲伊个网链欠咧，嘛毋知影当时才要开始读。啊，来看着下米咧招志工，想讲无来报名，毋来当斗相共，佫有通提醒家己当拨时间读台文通讯，就决定甲报名。啊，我开始校对，开始读了，发觉台文通讯实在有够好看，尤其是内底有真侪针对推动台文的论述，是咱即摆市面上较欠缺、较少看会到的。而且，遐论述虽然到今已经经过30年，也是真实用的理路，啊嘛通得互咱人捌侪前辈咧推测台语文一路行来的历史，加强咱的台湾意识，真适合摕来做咱行台语路的养分。啊，自本我对2020年的10月就开始咧招线顶的台文读册会，啊，我读册会的对象主要是台语家庭的阿母，阮一礼拜有2摆。一摆1点半钟，阮是上头是为台语版的悲惨世界读起。本来干那想讲阶段性读了可能就煞，结果大家拢真爱读册，煞落来，阮阁有读5趴的经典台语，老人甲海，教育部拢读过台语新闻爱顶面陈瑞老师的第一篇的作品，10项关键等等，拢是线顶就找有的文章为主。所以去年5月，我开始做台文通讯的志工，找到这个宝物了后，我就甲读册会其中一摆改做读台文通讯。阮是为第1期开始逐篇读，啊，目前阮已经读到第26期。伊的篇幅嘛，为阮一摆有通读1期煞到当，有当遐1期爱读2遍，甚至爱读3遍，当才有法度读的煞长度吼。台文通讯的内容真丰富。论述文学，佮有即摆已经变做历史见证的事件记录，嘛正做我即摆甲人分享讨论台文的资料库。希望我的读册会会通得读到透尾，嘛恭喜台文通讯30档定到今出版特刊同人知，大家佮拢通伫线顶相听。我的分享就到这，真多谢。哈，多谢台湾囡仔。咱台文通讯30档纪念特刊通出版是海内外共同拍拼，是无共世代共同替台语文挺心的成果。这本册通出版，咱拢咧见证历史。咱有足侪人爱感谢，才通行到今仔日。下一个世代台语文运动，恐惊犹原是真大的工程。咱着爱坚心做野子的人。做贴园仔的人，毋通挂人丢仔尾。大家做伙三更，继续甲即趴火通落去。黑暗年还有光。多谢大家，今仔日咱的活动，咱的台文通讯30档纪念特刊线顶新册发表会就到这结束。接落来，咱甲时间交互秀婉姊，敢阁有伫咧？但是我想甲时间交互迄个中光遐，互伊有个后礼拜的节目。多谢今仔日恁遮的少年人来筹备即个发表会。我即马甲时间交互中光遐。今仔日真多谢大家吼。想袂到有看到遮侪少年人对台语遮尔啊有热情吼。咱30档，咱迄个安尼点一包番仔火，即下咁要爆炸的款吼。安尼我来介绍咱后佫刷落来的节目吼。安尼有看到无？看到无？有看到。有吼。今仔伟文老师拄好有伫遮，吼。伟文，你敢当麦克开一下？我即个题目暂时定安尼吼，你看有要改无？好，是。要怎照即个题目安尼毋吼？除了即个图书馆之外，吼，佫有一个较大的是迄个台湾教师节啦。咱
推动即个用预防掠去的即个日子呢，作为台湾的教师节，3月11。好，你敢会当拜托迄个你若想较正式的物件，你写一个。好，我再个 mail 互你吼。正式的嘿，写一个 email 好。吼。啊，另外我有送一个 email 互你，你有收到吼？有关迄个生态的迄个基金的代志。吼。有。我即摆等候你收到了后，较过来用啦。我即摆是惊，我惊迄个校友会，毋知道你送会到啊袂？嘿。好 ，OK。好。OK。啊，搁落来4月23吼，咱有要请迄个王孝武吼，来分享因即个台湾料理救援队吼，迄个网内制作的过程吼。搁落来4月30吼，有请这白灵师吼，要来讲即个文化舞小演啦吼。我来伊即个广告做甲诚好，我大家看卖啊吼。伊主要是要用即个20世纪台湾现代舞吼蔡瑞发来展流氓市民中华文化的即个民族舞啦吼，所以应该是诚精彩吼。几礼拜前几个月前伊有来吼，感觉伊的论述诚有特有性啦吼，所以咱就请伊来讲安尼吼。好，安尼好，我就先介绍到遮啦，好无吼？无咱今仔日是毋是讲正式的时间，咱就到遮为止吼。咱若哇，你今12点你，无嫌晚的人12吼，点半，嘿。嘿，无嫌晚的人，要留你来讲吼。